Hello， 大家好，我係美聯物業嘅 Martin， 今日同各位香港朋友傾下喺大陸大灣區買賣一手新樓同埋二手嘅住宅物業，裏邊有3樣稅項係非常之重要嘅，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唔係百零萬嘅樓，明明幾千蚊，會搞到6、7萬蚊，咁樣係好冤枉嘅。第一，契稅係由買家出嘅。其實係類似我哋香港嘅物業買賣從價印花稅，喺140平方米或以下，無論第一套或者第二套，都係收總樓價嘅1%。第二，個人所得稅簡稱個稅，係由賣方出嘅，今次係收取總樓價嘅1%。咁呢個個稅咧有2個情況係可以免嘅。第一，房產證滿咗5年。以及係唯一一套住宅物業。第二就係蝕本賣樓啦。如果你個過戶總價減去你嘅買入價，同埋減去你嘅使費，如果係虧損嘅話咧，都係可以免除嘅。以上就係2種可以免除個稅嘅情況。第三，增值稅亦都係由賣方出嘅，係收取總樓價嘅5.3% 至到5.6% 不等。而呢個稅如果喺房產證滿咗2年嘅話咧，亦都係可以免嘅，所以契稅係要盡早交嘅。所以剛才3種稅項喺你哋簽買賣合約之前，一定要同業主傾清楚，有定冇，有幾多，由邊個嚟出，一定要喺買賣合約上面寫清楚嘅。買樓咁開心嘅事，邊個都唔想同業主會有爭拗。最後，請跟住我嚟。坦洲呢個地方咧，我係介紹得落手嘅。咁對裏邊咧就係生活配套全部係齊全，非常之近珠海，比珠海更加近珠海。大家跟住嚟。嗱，呢度就係我剛才講比珠海更加近珠海嘅坦洲樓盤。第一，佢哋嘅樓價只不過係珠海嘅1/3。第二，綠化好有人氣。第三，附近嘅生活配套都好齊㗎，咁我哋周圍睇下先啦。嗱，而家帶咗大家上嚟120平方米4房2廳2衛相對流露台嘅靚則，大家跟住嚟睇下。身後就係坦洲最有人氣嘅中心點優越城購物廣場啦。呢度距離港珠澳大橋咧好近嘅，坐30蚊滴滴25分鐘就到噶啦。裏邊啊披薩克啊、星巴克啊，生活配套都好齊嘅。咁而家帶大家周圍睇下。我係美聯物業嘅 Martin， 一個已經移居咗大陸14年、長駐珠海嘅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持牌 agent。
如果你哋需要更加多大灣區物業嘅資訊呢，請加我屏幕下邊嘅 WhatsApp 啦。請點讚同埋訂閱，咁 Apps 就會 send 我下次新片俾你哋㗎喇。下次新片見啦！